好蠢嘅人都學得識塔羅牌嘅。嗱，點解我會講呢句説話呢？因為呢，就我本身自己都有教塔羅牌啦、教紫微斗數啦呢啲咁樣嘅。咁好多朋友呢都會詢問關於課程嘅內容呢，都話我對中國傳統嘅術數一啲基礎都冇喎，可唔可以即係好容易就學得懂呢啲呢？可以同大家即係講一個好重要嘅 point。塔羅牌其實基本上呢就係啲圖像牌嚟嘅啫。當你喺個腦海度產生咗啲疑問，譬如話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未來我報到個生意係點樣呢？其實呢，你唔需要真係識八字或者紫微斗數，或者係去廟宇去求支簽，因為你求簽咧都需要揾一個人幫你解簽。咁原來你一副塔羅牌嘅時候咧，當你有咁嘅念頭嘅時候咧，你抽張牌咧，嗰張牌嘅圖像嘅世界咧，就可以俾到你一個答案或者一個啟示。譬如話好簡單，我自己創作咗呢個易經塔羅牌。咁如果有位女士咧，佢係問未來我同男朋友嘅感情發展，嗱，抽到呢張牌，大家係咪都會覺得媽媽抱住個 BB 咯？咁如果你問感情嘅發展咧，基本上我哋講咧就係好似媽媽湊 BB 咁樣，循序漸進，呢個好穩步嘅發展。同埋咁啱塔羅牌入面咧所顯示嘅景象咧，都往往係一啲真實情景嘅反射。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嘅例子，基本上咧當事人咧喺呢段感情世界入面咧會有 BB。大家覺得就算你覺得自己好蠢，其實都會好容易學識塔羅牌啦。